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咸菜伫圆箍顶面取一个点鸭，要伫遮正圆的壳线，要安怎食？邮局列的初学第3本第16条命题的推论有讲，为茎的头将迄茎的垂直线所成是圆的壳线。所摆这解答真简单，取这圆的心乌，画线乌鸭就是茎，为鸭正乌鸭的垂直线就空少啊。取圆心的法度是第3本头1条命题，正垂直线的法度是头1本第11条命题。若斟酌看，要做这2步，就正侪圆来占手。当要问，设数拢毋互你正圆箍，简单互你画直线，安尼这壳线敢有缘有通食，要安怎食？若要家己想，就先甲影片动咧，做了才转来看。若无，咱过3秒钟就来解答。咸菜甲茎的寸数当作节，伫圆外口取一个点尾，伊离圆心的距离是0。设数找到一个法度正乌尾的垂直线，或者垂直线离圆心的距离拄是0/7。这条垂直线叫伊尾的跳线，甲伊记作细分尾。大分尾这个点就叫伊是细分尾的跳。咱也毋知这跳线要安怎食，总是先当作伊有通食，来看伊的性质。大先若是0较大节，就0/7较细节，意思是尾这个点伫圆外口，伊的跳线和圆交叉。若是0较细节，0/7就较大节，意思是尾伫圆内底，伊的跳线伫圆外口。若0边边节，就尾伫圆箍顶面，跳线离圆心的距离嘛是节，就是讲这跳线事实是为尾所成的壳线。第二，咸菜0较大节，尾伫圆外口，跳线和圆交叉，这交叉的位叫伊叉甲底。咱讲尾叉甲尾底拢是圆的壳线，通证明这角 OA 叉是菱角，利用毕塔哥连定理，通知叉 A 的寸数。同款用毕塔哥连定理，通得尾叉的寸数。过来 O 叉所成迄4方尺，添尾叉所成迄4方尺，边边 O 尾所成的4方尺。照毕塔哥连定理，角 O 叉尾是菱角，所摆尾叉是壳线。安尼，若是圆外口有点尾，要为遐正圆的壳线，通先正跳线叉底，就尾叉甲尾底是壳线。第三，咸菜有2个点尾甲叉，叉伫尾的跳线顶面，咱讲尾嘛就爱伫叉的跳线顶面，通证明。设数圆乌的半径是节，乌尾的寸数叫伊0，乌叉的寸数叫伊 F。这线 A 叉是尾的跳线，所摆角 OA 叉是菱角，个 OA 的寸数是0/7，迄角 AO 叉的角度叫伊 θ。照余弦关数的定义，就是 cos θ 边边 OA 分互 O 叉，边边0/7分互 F。整理一下 ，F0 cos θ 边边节。当为尾正 O 叉的垂直线和 O 叉交叉伫下，安尼 O 下的寸数叫伊 L。同款照余弦关数的定义 ，O 下分互 O 尾，边边 cos θ，就是 L 边边0乘 cos θ。可见 FL 边边节 ，L 就是 F/7。这线尾下对直 O 叉，个 O 下的寸数是 O 叉迄寸数的逆圆，所摆尾下是叉的跳线，就是尾伫叉的跳线顶面。知影这有啥物利益？来看，为鸭凊彩正一条线，和圆交叉伫0，设数找到这鸭尾的跳，叫伊尾，
当 r 伫马的条线顶面，所摆马伫 r 的条线顶面，总是 r 伫圆弧顶 ，r 的条线就是吸线，吸点 r 就伫迄吸线顶面。当找到这吸线顶面两个点，一个是 r， 一个是马，可见 r 马就是迄吸线。总共，咱若有法度正条线，搁迄正的手路免画圆，安尼就通找到解答。来看正条线的法度。检彩有点马要正伊的条线，为马凊彩正两条线含圆交叉，拢总得4个点 C、D、A、F。画 C、D、C、A、F、D 甲 F、A， 要紧就 C、D 甲 F、A 毋是平行的线，就互因交叉伫下，搁 C、A 甲 F、D 交叉迄位叫伊加。咱讲下甲加拢伫马的条线顶面，这证明真简单。C、D、A、F 随个坐标记做 cosine alpha、sin alpha、cosine beta、sin beta、cosine gamma、sin gamma、cosine theta、sin theta。为因的坐标通推演这6条线的边色，为线的边色通推演因交叉迄3个点的坐标。知影马的坐标，通算马的条线，看迄边色是安怎，就通检查看下甲加敢有伫迄条线顶面。总是要算真够工，若食饱伤闲，通去算看觅。当下甲加拢伫马的条线顶面，可见下加就是迄条线。到这来，凊彩一个点要正伊的条线，拢简单画直线就通正。总是咱要爱是为条线找伊的条，检彩有线马，要找伊的条马，通伫线马顶面凊彩取2个点 C 甲 D。当 C 伫马的条线顶面，就马伫 C 的条线顶面；搁 D 伫马的条线顶面，就马伫 D 的条线顶面。为 C 甲 D 正因的条线，这咱会晓。当马伫这2条条线顶面，就知马是这2条线交叉迄位。知影马就马 R 就是为 R 所正的吸线。甲这个手路搁讲一摆，为 R 凊彩正一条线，伫这条线顶面凊彩取2个点 C 甲 D， 正 C 甲 D 的条线，所正迄2条线交叉迄位叫伊马，为 R 马就是迄吸线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言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